神戶協奏曲帶你享受迷人旅程。唔好誤會啊，神戶協奏曲並唔係話要講一首美妙嘅樂曲，而係講一段浪漫醉人嘅海上旅程。呢個旅程由神戶嘅協奏曲號開始，搭配佳餚同埋夜景，可以講得上係色不迷人，人亦自迷。船飛係早已訂購好，開船嘅時間有多個時段選擇。既然選擇咗浪漫，就必定要喺黃昏前出發，欣賞一下落霞之美。回航嘅時候，亦都可以觀看璀璨嘅夜景。出發前，先抵達神戶海邊，逛一逛購物廣場莫齋庫。行近呢個碼頭，率先就會被神戶嘅海邊美景迷住。遠眺神戶港塔、神戶海洋博物館，對岸仲有美利堅東方酒店。建築頗有歐陸風格，遊客可以到神戶摩天輪居高臨下，全景一覽無遺。漫步海旁實在係心曠神怡。驚喜嘅係呢度有機會睇到日本自衛隊嘅潛水艇，真係機會難逢啊！淨係莫齋庫已經非常好行，商店同餐廳應有盡有。當然，此人目的係遊船。呢啲就變得唔再重要啦。開船之前，先到船公司嘅客務中心登記，然後準備上船。心情就係未出發已興奮，因為上船之後將會喺船上用餐，所以喺買船飛嘅時候就要選擇用邊一種餐點。餐點分為兩大類，分別係法國餐同埋鐵板燒，各有各特色。呢一次就選擇咗鐵板燒，不過無論選擇邊一種餐點，都有收費唔同嘅幾個套餐供遊客選擇。諗住除咗可以一嘗神戶牛之外，仲可以喺座前見識大廚嘅精湛技藝，亦都係一種特別嘅體驗。上船之後，船員就會負責帶位，一邊睇住窗外嘅風景，一邊帶住期待嘅心情等待出發。時間到啦，協奏曲號緩緩往前，夕陽斜照喺摩天輪上面，着起燈嘅莫齋庫廣場，仲有神戶港塔好似冇事咁立正。途中會見到造船廠、和田鴨、神戶機場、明石海峽大橋等等，景致令人陶醉，難以用筆墨形容。冇幾耐，服務生就會攞住一杯飲品過嚟。呢個時候，大廚開始烹調食材。隨住前菜、日式蔬果等上菜之後，第二男主角龍蝦亦都嚟啦。睇住大廚將龍蝦剝殼煮熟，技術已經到咗爐火純青，至今仍然歷歷在目。之後，男一出場啦，神戶牛。為每個客人煎製牛扒之前，大廚就會先詢問需要嘅熟度，仲會問問大家要唔要攞手機出嚟打卡留念添。烹煮過程中，喺牛扒上面灑上酒之後，火焰直衝天花板，濃濃嘅肉香四散。原來烹調都可以係一種藝術。大廚將牛扒拎到台前面，再將5分熟嘅神戶牛放入嘴巴入面，味蕾受刺激之後直奔大腦，嗰種味道實在難以忘懷，彷彿到今日仍然留喺口中。餐點用畢，航程已經開始回航。呢個時候走到船嘅頂部，就可以睇到神戶港口漸漸靠近，一眼望去燈火通明，夜幕低垂之後嘅景色又係另一番滋味。船停好之後，乘客陸續登岸，呢一段嘅協奏曲就圓滿咁拉下帷幕啦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，記得幫我們按讚、訂閱還有分享哦。